下来请收。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2月7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员杨忠成上午伫咧市政总质询当中，除了甲市府探讨影控台湾地区的水患，要求对永利街开始进行截流的工程。另外，嘛替银山华社的住户来请命，因为当地地基已经严重流失，若阁无去协助处理，烦恼将会成为第2个维管大楼。位伫大湾高路卡参像刷轮仔贯村银山华社才起码5-6档，毋过地基却经严重掏空，住户拢心惊惊，却投诉无门。议员杨忠成表示，虽然日前已经有议员邀请国防部、市府、干部等相关单位会勘，毋过竟然到达如何处理拢无下落，所以议员烦恼440户将近1000人口的管户将成为维管第2。所以要求市府到协助。阮先要来讲，这440户，将近1000外的人口伫遮，咱公务单位若无想办法，看要安怎甲因斗协助也好，爱安怎甲因斗解决。我会记伫现场，我有讲，赶紧甲水利局也好，公务局也好，是毋是伫即个？按这个主体边啊，该爱做排水，该爱做护岸。这个土地属国防部的，那么是这是国防部起的啦吼。所以到底公家单位爱安怎去协助这住户？请请公务局了解，好无？啊，第2啦吼，你若属于国防部的权责，可能我有哪还阁透过立委。透过立委去要求迄个国防部来勘查吼，因为国防部有国防部权责，咱台南市政府有台南市政府权责。国防部因为是上级单位嘛，中央的单位有当时啊高高在上啊，哦，伊甲你发一回即款文出来，就是爱立法委员爱去甲质询，哦，爱去甲要求。另外，议员嘛针对大湾昆山地区的水患，认为已经毋是风台来才会淹水，而是大雨一来就会积水。所以会中积极甲水利局探讨水路，同时向市长争取洪水闸门的设立，以及永利街开始进行的截流工程，希望有效改善。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着要推动台南的文化观光，议员董炳娥上午除了呼吁市府参考日本将施工的路障设计成为各县市的吉祥物造型以外，嘛进一步要求市府积极争取东南亚的旅客，积极促成曼谷或者是文莱甲台南的航线直飞。议员董炳娥根据泰国文莱伫今年8月实施免签证以后，已经增加7成外观光客。如果整个东南亚一档嘛将增加至少2成的效益，来要求市府营造友善环境吸引相关的旅客，同时努力争取曼谷等城市甲台南的直飞，甚至协助高中推动语言文化建设，来加强人才竞争力。本是认为讲吼。咱这个文化古都啦，吼，咱观光文化资源吼非常的丰富，而且多元化。所以不是认为讲，我们应该要多多的吸引这些东南亚游客来我们台南，促进我们台南的观光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本是想要问市长，针对这些东南亚游客，好，他们如果来，我们有没有一个友善的环境？是，我们是这样哈，我们已经有几个具体的做法。第一就是讲吼，就交通方面，当然咱要和高雄合作啦。我们虽然短期内没有办法开辟泰国曼谷或是文莱的机场，但咱和高雄合作。第二呢，就是讲咱这摆吼已经有咧开辟
穆斯林的友善旅游环境啊，并公共的祈祷室啦。已经有了吗？已经有成立了吗？我们现在在推动这个。对，我现在就是要讲说友善餐厅，因为其他的。另外，会中议员嘛小吹日本关市的时间落奖，是以当地古水的吉祥物造型来代替，而是像咱西施版版的三角锥。因为这款已经有吸引国外观光客，甚至发展成周边产品的效果。所以，这个要求市府交通甲观光旅局来参考，以咱在地特色来设计路奖。对此，市府表示，只要符合交通相关的法规，一定会考虑办理。但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杜素莹上午即巡，除了关心林德归林已经损害多年、欠缺修补的道路以外，另外嘛关心林德治水上界关键的万代桥改善工程。议员表示，因为行政院长林权到当地会勘，也已经答应支付相关的工程预算，所以要求市府要加速推动，解决民众饮水的痛苦。为了林德三庙溪一带一拄着大港和水位真容易的快速波动，造成林德甲永康地区饮水。对此，议员杜素莹表示，虽然市府这几年来针对三庙溪甲大湾排水的水路改善，以及多功能地防治等方案来综合整治，不过其中上界复杂和艰难的工程，就属于万大桥的改善，所以要求尽速推动。咱即马看到这，伊是插桥墩的，咱到时就是无桥墩的。咱顶游咧做，这嘛爱赶紧着手。我们要配合，袂使讲顶游已经拓宽拢做好啊，桥担要来改，啊桥无改，水嘛是搁互桥墩冻掉的啊。顶游的水嘛袂流啊。我讲过，咱即马甲堤防加高，迄是一个暂时的，咱袂当讲这个水桥无赶紧做的时阵，内水架出来，结果外水拢袂流，拢囤的。所以讲，这点最重要。万代桥吼，其实伫梅基台风过后，小英总统到迄个现场来看时，我嘛特别甲伊报告。所以，阮进万代桥头拄仔讲要这个经费改建经费，我已经报去中央，报去行政院啦。好，就希望讲这个部分会当配合赶紧来改建，因为今年时机是拄啊好，因为咱大湾交流道参咱的仁德交流道北上的匝道已经要来完成啊，所以即阵过来改建这个万代桥时机是拄啊好，所以阮已经报去了。议员除了关心水环的整治，对着位置林德区的会展中心，预估109年启用的计划，以及配合中央绿能产业科学城的建设，更是地方的期待，所以要求市府追踪相关的进度，真正互市民看见未来。电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市府7号举办 AED 爱心单位表扬典礼，会中邀请历年来一直支持公共设施设立 AED 政策的爱心厂商接受颁奖表扬，感谢因所捐赠的 AED 会当守护社区民众的生命安全。台南市 AED 安心场所受奖表扬典礼，7号伫永华市政中心10楼登场，邀请一直以来响应政策的民间企业、易经研、树藤建设，也有扶轮社等爱心单位来接受表扬。会中赖市长也向爱心单位表达台南市对因的感谢。我先代表全体台南市市民，衷心感谢易经研王董事长热心捐赠我们总共前后有80台的 AED， 这个傻瓜型的新旧急救器这对市民生命的抢救有莫大的帮助。我们非常感谢王董事长王董事长少年开真少年我觉得感觉这少年着所以少年的，所以有少年的想法所以一般的这个慈善的捐助者他常常可能会选择救护车会选择消防车消防器材等等我看王董事长对这个电击器是非常的热衷可能知道了我想应该背后应该是知道，目前台湾大概10大死因里面，第1名是癌症，第2名就是心脏血管引起的疾病。
那癌症的病人可能大概就一定要请医师帮忙啊，但是呢，这个马上可以急救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帮忙的。那我们非常感谢王董事长。自从 AED 伫台南市公共场所设置以后，确实有将人救回来实际案例来看，这项政策是正确，也阁有伊的必要性的。市府希望透过表扬，会当号召更加多爱心企业来加入行列，建构健康安全的城市环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劳动部出钱的微电影《星夜微光》，故事完全改编真人真事。内容描写职业灾害过后，造成生活上出现无方便，或者是影响，甚至失去自信的人，在咧职业灾害劳工服务员的协助之下，找回自信，找回生活的故事。7号下午举办放映会，女主角杨静华也到现场，甲民众互动，带大家抢先来看。欢迎回到星空夜雨的现场。你们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你为什么自己不看看检查报告？上面就已经认定是职灾了。放心，我们一定会站在你们这边。星夜微光改编自真人真事，描写受到职灾了后，受到职业灾害劳工服务员的协助，最后重新找回自信，并且行回去生活轨道的故事。7号下晡，伫成功影城举办放映会，现场来了侪影迷甲各工会代表，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老署长。女主角杨静华拢到场支持。劳动部表示，希望透过这部片，会当互社会大众清楚了解劳工遭有职业灾害时阵的困境，也阁有政府提供的协助，是劳工上界建设的后盾。当然，人都会有低潮的时候，都会有沮丧的时候，都会有难过的时候，都没有关系，因为都是人。但是在那低潮跟沮丧的当中，你有学到什么，得到什么，而且你要懂得伸出手来，举起手说我需要被帮助。所以在星夜微光，为什么这个微光的意思就是说，星夜嘛，就是在夜空里面它会出现一道微光，那一道微光也就是我们职灾个案人员的那一道曙光，也就是政府的那一道曙光。只要你懂得伸出那只手，政府就会帮助你。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劳工朋友如果遭遇职业灾害的时候都非常需要帮忙。那事实上，政府运用一些资源在职灾个案服务上面，我们大概全国有47位的职灾个案管理员。那我们职灾个案管理员呢，就是从事职灾劳工的职灾个案服务，将政府所有的资源能够提供给这些职灾个案的劳工，协助他们走出伤痛，然后重返就业职场。所以我今天利用这个电影的方式来呈现，让全国这个民众跟劳工朋友都能知道政府有这项资源。这部影片用生活化的手法，结合实力派演员，重新呈现职灾劳工所遭遇的生命困境，也阁有职业灾害劳工个案主动服务计划，互职灾劳工的帮助。
现主时影片也放伫 YouTube 点映，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做伙上网去收看。电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文化部主办南台科技大学新办的2016 Comic Star 漫画翻新漫画人才培育计划，经过5个月学习甲创作，上午伫咧火车站边仔的文化创意园区展现成果，总共有80多部的漫画作品，带大家来欣赏。这尔啊侪无共款主题、无共款特色、无共款画图风格漫画，全部拢是台湾创作。创作者有学生，有上班族，也有饲了3个囡仔的全职妈妈。因为对漫画的热情，所以才会投入翻新计划，继续学习、进步、创作。我们这次学院的作品都非常有特色。尤其是他们会把那个在地的一些文化画出来，像刚才有一个画旗津的，高雄旗津的作品，还有把台南的一些那个孔子庙的地方都画出来。那这也是我们很鼓励孩子们画一些结合在地文化的漫画作品，把在地文化结合到漫画作品里面，是我们那个推动动漫创作者的那个一个我们的目标。文化部对102年就开始培育漫画人才，近年来更是成果丰富。那这个培训从开始的时候呢，就非常这个良好的这个绩效因为去年呢就有学员呢就做整本的这个漫画出来在他受训的这个其中呢，就有整本的这个漫画书呢可以这个完成。那这个今年的这个绩效呢还更好总共呢这个在250多位的这个学员呢，2届呢250位的学员呢，这个2年里面呢，这个共创作了100多部的这个作品，这个非常不容易如果没有这样的训练的话呢，也许这100多部的这个创作呢，就不见得会产生所以呢，在这个100多部的这个创作产生呢，我想就肯定了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重要性。这个计划未来也希望所培育的学员会当成为漫画家，发挥专长，为台湾的漫画产业加入新的活力。咱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饭店业者又有新的服务，打造贵宾级的私人招待所，提供餐点以及私人套房的服务，而且会当对36楼看到台南的风景。一推出就受到济民众喜爱。位伫后火车头的5星饭店推出贵宾私人招待会所的服务，提供高度舒适性以及顶级的享受。伫饭店36楼打造景观餐宴套房的服务，互伫遮宴客主人家会当互亲戚朋友感受到特别的尊严感。我们锁定的就是看准台南的一个金字塔顶端的一个企业客户，或者是说有所谓的一个归宁或是订婚稳定的一个需求，他需要的一个空间不需要非常的大，可是他需要非常完整。对于我们的新人或是我们的企业客户，他有一个休息室，那在夜课的时候，他就有专属的一个服务的人员来帮他作为一个上菜。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设定的是以台南的一个家舍菜为一个定义。那因为其实在这个地方，它位居在香格里拉台南远东的36楼，那它其实居高望下的话，可以看到台南市的美景。那我们所服务的就是我们的台南的特色的一个台菜，所以其实看这个台南的一个府城，品尝这个台菜，可以有一个宴客喜宴的一个氛围香格里拉大饭店香格苑目前已经开始服务，不过每一天只有限量20人的名额。民众若是想要体验 VVIP 的餐宴空间，会当向饭店联络。电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一名62岁郭先生，因为日前常常发生倒病的手会丢一个，而且佫有短暂的意识断绝。经过送病医检查了后，发现是肺腺癌肿瘤转移到脑部，才会造成癫痫发作。经过治疗了后，就无再发作。
癫痫是脑部神经元长期处伫容易产生异常放电状态脑部疾病。癫痫发作，即是异常放电的脑区产生相对应的阵发性，或者是短暂性的表现。有一位62岁郭先生，日前突然间发生左上肢局部癫痫，送到病院经过检查，伊的癫痫是来自于脑肿瘤的压迫。医师表示，经过诊断，可能是局部癫痫发作。伫神经理学检查，这是发现病人倒手有轻微的无力，必须做进一步检查。对于成人新发生的局部癫痫，它有可能是因为局部的脑区有异常的放电，造成相对应局部的症状嘛，哈。那所以对于这样子成人新发生的局部癫痫，我们可能得要去帮他查是不是局部的脑区有什么样的局部的病灶。那所以建议说，如果有这样子的局部神经学短暂的或者是阵发性的症状的病人，可以来到我们的门诊，那我们早日帮他找出病因，早点治疗。这类短暂的异常感觉、无自主的抽筋的动作、短暂的意识障碍等等，一般民众容易想讲是中风。有医生医师建议用早就医，配合神经理学检查、脑波、认知功能测验，也有医学仪器的检查，来厘清是局部的癫痫发作，或者是其他神经相关的疾病，才会当针对病因做根本的治疗。三立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一般来讲，颔骨若是出现肿瘤，无论是大或者是小，拢应该要特别小心注意。虽然有8成拢是良性的，但真有可能会产生病变，严重者可会转化成为癌症。生伫咧颔骨的肿瘤要特别注意，就算真小，无超过1公分，嘛真有可能会产生病变。当然，产生肿瘤的原因有真多。医师表示，民众若发现，就要请专业的医师判断治疗。我们发现有些病人很有趣，他是去洗头的时候给那个洗头小妹摸到的这样子，所以他就会来看他脖子上的肿块到底是什么这样子。那一般来说，其实如果是小小的病灶，比如说只有0.几公或是1公分左右，其实小小的病灶其实大概不见得会有什么问题。那但是如果说它越来越大有开始在长的时候那个其实还是必须建议先来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我们脖子肿块的诊断有非常多种，然后到底是怎么样，那个其实要看到，然后医生要自己亲手摸到，然后确定它位置在哪里，我们才会比较说明确知道说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包括电脑断层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超音波的技术也是非常先进的都可以先看一下病灶的大小，还有它的位置。有必要的话，我们也会抽个血看一下一些指数，看有没有些什么异常这样子。因为医疗科技的进步，即马伫咧颔骨动手术，佮有高精密度的仪器，会当判断神经的位置，互手术更加安全。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济云，有时好天，温度18度至2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10级。感谢你收看12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